由展昭国际主办的全台巡回饮食大展，首度来到台南举办。展览以茶、酒、咖啡与食品为核心，汇聚多元饮食产业资源，结合台南的饮食文化底蕴，打造具代表性的饮食交流平台，为业者创造商机，并提供消费者更多元的采购选择。展昭他很用心啊，他对这个展很有那个创意，很会招商啊，安排的时间刚刚好，刚好是中秋节的前一个月。那如果来展的话，可以接一些中秋的订单哦，因为我们做伴手礼的比较多，还有那个咖啡茶、酒都有。茶酒咖啡展第一次来在台南展，总共展出摊位大概有300个摊位。那大概里面茶酒咖啡的部分占到200个单位，其他就是一些烘焙类的产品。那这杯烘焙类的产品主要是由台南市糕饼工会他们的会员展出一些相关的伴手礼，还有烘焙的产品。所以也欢迎台南地区的民众可以来这边品茶、品酒、喝咖啡，顺便来采购一些中秋节的伴手礼。2025台南茶、酒、咖啡暨食品展，全场集结145家以上的厂商，将近300个摊位，提供消费者好逛好买的购物环境。主办单位欢迎国人大众即日起到9月8日前来大台南会展中心看展买好物。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